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去吗？永永伫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伊无夜也无先，伊的智慧无通测度。野先的，伊予伊能力；软者的，伊加添伊的快乐。少年人嘛会先，嘛会夜。勇壮的人要跋倒，嘛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快乐。信诗第2首，请吸入音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感谢你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启印。伫信息的后壁面17篇，就是1029页。上帝啊，人着惜安称赞你，搁着对你写所下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即款的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
攻击我国，你管握川园收白土地，落狗野雨水，互土麻软软。这些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在地，连旷野的沙坡嘛有油在地。山头用欢喜做大内下，草坡用油滚做沙青，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这些你拢欢喜出声吟诗。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面和平甲万项好物的源头。我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嘴大声唱歌来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也感谢你拣选阮真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我知，阮坐、阮徛、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有拄着困难的时，你就用正手来引带阮行伫白塔旷快的路，互阮喙干，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我。也常常享受着你一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也有时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净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名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真做一个顺服的人，伫厝里真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真做一个和平人民的人，来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济济人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的话伫王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满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报告。第一点，本会消息。本主日为中会大展主日，中心特别有派这个主任王品生牧师前来本会讲道兼亲爱，敬请兄弟姊妹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小会公告本会于圣阳干事于儿童牧区之服饰到7月底至8月初1转日本会总务干事兼管理员。第二小点，本会有聘请詹瑜君姐妹为本会儿童干事兼儿童区长对这个8月初1起试用3个月，求主赐福敬请代祷。第三点就是伫8月初3拜六下晡2点，伫这个敬拜中心有举办冲绳白之家教会青少年诗歌见证分享，欢迎兄弟姊妹会当招这个亲友讲咱的慕道友做伙来踊跃参加。第四点8月初4就是父亲节主日本会有举行感恩礼拜而且有送每一个爸爸礼物1份来表达敬意。愿主祝福每一个家庭拢有幸福美满。第5点就是嘛是相共拜四后礼拜下晡3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8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支顾首长甲东港列席。具体消息幼光幼儿园伫本主日7月28中昼12点50分。伫地下室召开董事会，敬请各位董事出席参加。敬拜团敬拜锦旗舞蹈伫8月初5拜一开课，时间就是每一礼拜拜一暗时7点半到8点半，总共有8个课程。拄着个国定假日会延后一周。地点是敬拜中心。
费用是1000块，开课前爱缴费。对后礼拜即个办公室陈佩芬干事来报名缴费。第3点，社青牧区1年1度的爸爸节过来今年学生的牧区有举办将上好的，互爸爸一个活动，会当足热情的邀请各位爸爸接受尊荣与感谢。当天有即个精彩的活动，佮摸彩有参加的爸爸拢会当得到1份的礼物。活动的时间就是8月初3，拜六6点半到8点半。地点是敬拜中心，报名伫教会办公室伫民家传道。第4点，妇女圣歌队11月16到。敢是促销促销有促销？我是可能免报这第4点已经促销，促销是教界社牧师。咱教会迄个教界消息咱中华教社部有发总会即个公文，就是假使即帮的台风若是有受损的即个家庭特别是咱的厝体会当有即个迄个厝毁损的慰问金的申请表咱办公室会帮咱来填写来申请像咱会当来除了政府有公告讲若饮水超过50公分这有慰问金有2万块这个灾损有2万块以外，咱总会我也有一款的关怀。第2，咱的妇女事工部高雄小区有举办小区的年会，甲新区的区长的交接这拍毋对交接8月31拜六上午若要参加，费用100块咱的队员是专业补助，地点伫南主教会。咱下主日的8月7日前，咱的电美仪队长来报名参加咱感谢主，咱前即礼拜拄了即个凯米台风对高雄我有真大的损害假使咱的家庭若有拄着什么款的损害，请咱永远会当甲办公室来反映反映。感谢主，咱的儿童的宴会从零开始，重新出发，不是重新冒险这个宴会感谢主虽然是有风台到尾我伫拜六较好的时阵有照常举办到拜五啦，拜五开始举办拜六有顺序结束咱感谢主这个小朋友伫台风天伫咱的敬拜中心参加了非常非常的快乐真侪家长让咱来看迄个暗会咱真多谢这个儿童牧区特别足侪学生的同工会参与一帮的这个宴会办了非常的顺遂甲成功咱感谢上帝应跟归于上帝咱这个第2点报告咱的余胜良干事伊本来伫咱儿童牧区即马咱有做一点调整伫8月开始要做总务干事咱有聘请这个蔡依莹姊妹这是伫社青牧区咱后礼拜咱甲会做来介绍这个蔡依莹干事望咱为伊祈祷，互伊会当适应这个事奉。以上报告。请咱来共读上帝话，伫以赛亚书31章第1节到第9节。有灾祸遐会落去埃及求帮助的，因我靠马，也我靠车，因为因多我靠马兵，因为伊强，总是无意向以色列人的信者，也无求耶和华。耶和华其实有智慧，伊要降灾祸，
无收倒转伊的话，要起来攻击遐个歹人的家，搁攻击遐个帮赞的人做歹个。埃及人不过是人，毋是上帝。伊的马不过是马，毋是神。耶和华一下伸手，迄个帮赞的人要吊打，迄个受帮赞的人要跋倒，拢三甲灭无。因为耶和华对我安尼讲：亲像狮甲细接狮顾伊所掠着的物，就远吼。虽然召集济牧者来攻击伊，伊拢无因为伊的声来惊吓，也无因为伊的鲜花来屈服。亲像安尼，万军的耶和华要临到，高见伫锡安山甲伊的山岭，亲像鸟天开翅。安尼万军的耶和华要保护耶路撒冷，搁保护伊，搁看救伊，搁搬过来救伊。以色列人的子孙啊，你所深深背逆的，打着归伊，因为到迄日，逐人要将伊的云的偶像、金的偶像，就是恁的手所做，含落伫罪个，拢放杀伊。亚述人要死伫刀下，毋是对人，也毋是平常人的刀，要灭伊。伊对刀的面前来刀闪，伊的少年人要做苦工，伊的石盘要因为惊吓来无去，伊的首领要因为大旗来惊吓。这是迄个火伫锡安，有炉伫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讲的。以上上帝祝福伊的话，俄罗请妇女圣歌队。我
讲道，咱请王品生牧师，伊的题目是生命中找到出路。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经过风台，会通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虽然拄着济济的恶担当，虽然看见济济的损害，但是主，阮感谢你，由愿保守，阮会通平安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施恩赐福伫阮众兄弟。互阮会通伫困难的环境的内底，阮学习如掠着主上帝。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因为上帝你的话语，会通因为上帝你的听，互阮搁较有信心来跟对你。求主嘛帮助阮，互阮听的甲讲的，拢会通对上帝的话语的内底，搁一遍来得到快乐。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的名，阿门。所敬听的牧师，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咱教会会通接纳高雄大专每一年的清安报告。我每一年来到咱教会，拢感受到满满的疼，嘛看见讲咱真正对高雄大专的支持，互阮会通伫上帝的听的内底来进行来陪伴这个大学生，感谢咱兄弟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阮无论伫办夜会，无论阮伫带领这个学生，阮拢充满动力，因为有恁的支持，互阮有信心、有气力来陪伴这个世代的大专生。咱高雄大专中心目前伫15间的大专的院校内底，咱有15个团契，就是每一间大学拢有咱的长老教会的团契。真感谢主，伫咱的团契的内底，阮看见讲，因为这些学生来到团契内底，会通学习上帝的话语，会通学习团队的服侍。会通互因无论伫逐方面拢会通进步，所以伫即个过程呢，我嘛看见讲即个学生伫大专的学习的内底，互因会通愈来愈认捌上帝，愈来愈认捌家己。所以伫即几年看见讲，虽然大环境伫变化，但是上帝的听拢无离开伫遮个事工的顶面。今仔日我要用伫生命中找到出路来甲咱兄弟分享。伫生命中找到出路，这是阮今年这个特刊伫咱周报内底拢有一本这特刊。这是阮今年特刊的主题生命中找到出路，伫生命中找到出路。阮每一年拢有一本这特刊。当阮要来出这个特刊的时，阮牧者同工，阮就会来讨论讲，咱今年要用什么款的主题来帮助学生伫新的一年有无同款的学习。当阮伫旧年伫想这个题目的时，阮就用理带学生的过程观察学生因的需要。阮看见讲其实伫这个世代的学生，因拄着侪的困难，拄着侪的挑战。这个困难是啥物？咱知影讲，即摆的世代已经无共款啦，变化足紧的。有当时紧到你会感觉讲，咱拢对袂着。尤其咱知影讲，即摆的大环境，咱种 AI 嘛科技的时代，资讯足侪。尤其咱即摆你来咧看咱的手机你就知影讲。你迄赖群组，迄每一个人的赖群组有够济啦，迄济到有当时你拢有当时会袂记你要共回讯息，逐工迄资讯直走，你会感觉讲变成遮个物件伤济，资讯伤济，遮个变化伤紧，紧甲
我发觉吼，即摆的学生因选择伤济，选择足济。以前无啥物选择嘛，以前就较单纯、较简单。但是你看见即摆选择有够济，济甲毋知影要安怎做选择。我毋知影咱即摆有看见讲即个现象无？我有足济学生拢甲我讲，我有选择障碍。你敢捌听见讲伊有选择障碍？迄你会感觉讲迄那足简单的代志。譬如讲，咱即摆囡仔拢足爱啉饮料的嘛，饮料拢有迄饮料足济。有当时咱也伫迄团契内底，人讲咱即摆要来点饮料。有当时就看学生看迄饮料单，看有够久的就甲问讲，你到底要啉啥？你到底要食啥？伊就会甲你讲，我有选择障碍。我讲无你要选啥？伊到尾就甲你讲一句，随便啦，凊彩安尼。即摆愈来愈济安尼咱其实咱会知影讲，其实即摆的教育其实拢是培养学生爱有选择的能力。你爱知影你家己需要啥物，你爱知嘛，你也有选。但是我发觉，当我伫面对遮个学生的时，我发觉毋是安尼。选择济甲伊毋知影要安怎选择，毋若生活。尤其即摆大学生，因面对人际关系，面对感情，面对真济，可能咱会感觉讲，这差不多大学生你需要有的能力，你爱具备遮个条件的时，我发觉，即摆甲咱想象中是有落差的。所以，当阮伫讨论，当阮伫来看讲即个目前即个学生到底需要啥物的时咧，阮就发觉讲，真正爱帮助即个学生，要安怎伫因家己的人生的内底，因家己要做选择的时，帮助因会通倒来信仰的内底，明白上帝伫因生命中的心意。互因会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咱毋茫的，因为阮看见有济济因当伫做选择的时，因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互家己一摆搁一摆陷入迄个困境的内底，找无出路啊！所以你会看见有人伊会感觉讲，伊讲伊伫伊的心内底，伊就是感觉讲那呢。安尼拢一个安尼，毋人讲毛线拢捆做伙，伊感觉讲伊都毋知要安怎样。所以，阮伫旧年就用生命中找到出路，成做阮今年即个特刊的主题。阮毋茫帮助学生会通伫信仰内底做出好的选择，伫伊的生命内底。若当真正需要做选择的时，会通做出尊主最大、倚靠上帝的决定，会通帮助因更较认捌上帝的话。所以今仔日我要用这段经文，就是要互咱搁一遍看见。其实伫圣经内底嘛有真济伫历史的过程的内底。咱嘛看见讲，其实上帝伊嘛一再的要来帮助伊所听的百姓，会通做出正确的选择，要互因伫虽然伫生命内底检测，有当时会拄着困境，有当时会拄着互你感觉足恶担当的，但是咧，咱的上帝是听咱的上帝，伊要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当咱倚靠上帝时。当咱若真正认捌上帝会听的时，咱其实是有盼望的。咱的生命中是会看见迄个出路的。所以，敬听兄弟，检测可能有当时伫咱的生活内底，你会拄着，互你感觉讲看起来足无盼望，互你看起来感觉讲生活过了足艰苦的。但是感谢主，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当咱若愿意搁一遍倒来主的面前的时，咱会知影，其实上帝对咱的疼是无离开咱，嘛袂放杀咱的。只要咱
坚心倚靠上帝。伫今仔日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1章第1节到第9节，这段的经文就是要互咱搁一遍看见，咱要安怎伫生活内底，伫咱的生命的内底来学习，搁一遍看见上帝对咱的疼。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伫甲咱讲，当南国犹大，咱知影迄阵以色列分做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即摆伫以赛亚书即本以赛亚书即卷的册内底，就是讲犹大伊迄阵面临一个真困难、真恶担当的代志，就是迄阵亚述帝国亚述帝国要来侵犯犹大，所以当时咱来看，犹大就是面临着亚述要来攻击因，所以当犹大的百姓因知影安尼的消息的时咧，因全国顶顶下下陷入真大的惊吓甲不安。为什么？因为当时亚述因的战力足强的强甲当时因已经灭了亚兰，灭了北国以色列，所以像亚述因若出去要甲人征战，伊就是拢赢。所以咱知影讲当犹大伊迄阵其实国家内底已经有真大的困难，佮面临着讲即个亚述要甲因讲，我要甲恁侵犯，我要来甲恁占领的时，百姓是惊甲毋知影要安怎样，因为因毋若战力真强，亚述因若去侵犯人的时咧，因迄占卜的手段是互大家安尼感觉讲哇，足恐怖的。所以犹大的百姓因还袂战争，迄心内就惊甲毋知影要安怎。迄当时的国王叫希西家王，希西家王伊迄阵当知影讲亚述要来甲因侵犯的时咧，伊就带领伊的大臣来想讲要安怎样啦，要安怎样。去听下这希西家王，咱若对圣经内底旧约来看希西家王这个王，其实伫圣经内底对伊的评价对伊的评价是讲伊是一个敬虔听主的王，伊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王。咱来想讲，哇！圣经对伊的评价，圣经对伊的描述，拢是讲，当伊拄着困难的时，伊所想到的，就是讲我著爱来求讨上帝，我著爱来祈祷。圣经内底真正写的拢是安尼哦。所以想讲，哇！即个若拄着即个，虽然亚述足强大的嘛，虽然看起来足恐怖的，但是咧想讲，伊以前拢会想讲第一就是紧来求讨上帝，求上帝帮助。你想讲，因若即间若安尼做，哇，可能上帝就帮助因嘛。但是你若看圣经伫圣经的描述内底，你有看见即届希西家王却毋是安尼做，因为亚述实在是太强盛，因的战力实在是，互百姓、互遮的大臣拢惊甲因甲希西家王建议啦建议讲咱即届爱做一个好的策略，就是安怎？迄阵的第二个强国就是埃及，所以因所做的决定是安怎？因最后讨论了，因决定讲安尼，咱甲埃及结盟，甲埃及结盟，人咧讲联合次要敌人埃及，来对抗什么？主要的敌人亚述，想讲咱来联合犹大、埃及两个1+1一定会是安怎？一定会大于1嘛？咱毋免惊迄亚述帝国，所以因最后就是做这个决定要甲埃及结盟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咱看见，当因做安尼的决定的时，先知以赛亚。上帝就甲以赛亚讲：“来安尼，
咱会做这个决定啊？伫犹大希西家王看做是好的决定，但是伫上帝来看，却毋是好的啊。所以先知以赛亚伊就对犹大提出警告，上帝爱去讲，你去甲伊讲安怎？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31章的第1节一开始，以赛亚就去甲犹大提出这个警告，讲有灾的啊！遐个落去埃及求帮助的，因倚靠马也倚靠车，因为因多；倚靠马兵，因为因强。总是无意向以色列的神的，伊无求耶和华。所以你看，以赛亚就去甲犹大讲有灾的啊，意思就是讲安怎？恁敢会使甲埃及结盟？毋通啊，毋通甲埃及结盟。以赛亚甲因劝诫，就是甲因讲安怎？恁爱倚靠上帝，爱倚靠上帝，上帝会帮助你呀。你看，为第2节、第3节，直直甲因讲耶和华是有智慧的。埃及人不过是人，毋是上帝；伊的马不过是马，毋是神呐。恁着爱倚靠上帝，恁若倚靠上帝，上帝就要保护你，要救你，要帮助你。啊，直直甲因讲，直直甲因劝诫，人讲迄苦口婆心，直直甲你讲。啊，讲起来，犹大敢有真正听上帝的话？无呢，最后因还是选择要倚靠，要求埃及来帮助伊。所以当咱看见犹大做出安尼的选择的时，咱会感觉讲，哪会安尼？那你咧，你会做啥物款的选择？但是咱对因犹大做出的选择的内底，你就知影讲。当因拄着遮尔大的困难的时，当因陷入安尼的困境的时，伫因的心内底吼，因感觉什么人较厉害？埃及人较厉害，还是上帝较厉害？伫迄当时，因感觉埃及比上帝较厉害。但是你若对圣经内底出埃及记内底，你就能看见，当时是什么人帮助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的是上帝嘛？是上帝将因对埃及救出来。尤其伫出埃及的过程的内底，其实以色列人因是亲目睭见证，上帝比埃及的法老更较强大。上帝带领因脱离奴隶的生活，上帝呼召摩西。带因逃出迄个欺负因的埃及，拢是上帝呢？因敢毋知？因其实拢知嘛。而且伫旷野的时，上帝有照顾因无？上帝有保护因无？因伫旷野的时，无物件通食，上帝就降落玛纳互因食，对无？敬听兄弟，你敢知影玛纳？上帝降落玛纳，互因食到当时才无诶，互因食到进入迦南地，有物件通食诶时，玛纳才无呢。所以你看，上帝安尼一路陪伴因，上帝一路供应因，无物件通食，互因玛纳通食；无水喙干诶时，互因水通啉；啊，无肉通食诶时咧，上帝用啥物互因食？烟吞互因食呢？啊，对，安尼对因有好无？足好诶安尼。啊，若暗时足寒诶时，因为伫旷野暗时足寒诶嘛，上帝就用火条保护因，互因温暖。啊，若迄中昼足热诶时，上帝用啥物保护因？用熏条啊！所以有熏条，有火条，日暝保护因啊。但是对今仔日的经文，咱却看见，即群因斩金来领受上帝保护的以色列人的后代的子孙，因却袂记得上帝的拯救。
当国家拄着危难、拄着危险的时，犹太人竟然选择是回头来倚靠遐个残金欺负因的埃及人。有当咱足歹想象的吼，但是有当时伫咱的生活内底，检采有当时咱嘛亲像犹大的百姓共款呢。虽然有当时咱理性拢知影讲，咱要倚靠上帝，拄着困难要求救上帝，但是有当时当咱伫困难的时，可能你会感觉讲，你所求的毋是你所仰望的时，时间一久，你的心就安怎会失望、灰心。有当时会讲主啊，你到底有听我的祈祷无？你有听我无？有当时咱的心就有埋怨、会怀疑。有当时伫遮尔危险，还是伫足艰难的困境的内底，有当时咱会忘记你上帝。所以有当时检采咱嘛甲遮个犹大的百姓共款，咱可能伫真好的时，你可能会做出会选择，你拢讲哦，知我会倚靠上帝。但是当你陷入这个困境的时，检采有当时咱做出的选择可能甲犹大共款。但是上帝嘛无因为犹大的百姓做出安尼选择，就想起讲啊，我袂插恁啦，哦，甲恁讲假呢，最后嘛是安尼。其实上帝足疼伊所拣选的百姓，一摆搁一摆，互因机会啊。虽然最后犹大是选择甲埃及结盟啊，但是你敢知，伊甲埃及结盟的效果是足凄惨的啊！因为埃及当初伊去求伊要甲伊结盟的时，伊当然嘛讲好，无问题，我帮助你。但是你爱互我遐个钱、金银财宝哦，我要爱的物件，你拢爱送互我啊！你知影吼，犹大迄阵其实国家已经啥物物件拢无啊，但是为着要求人的帮助，伊甲因国内所有好的物件拢送互埃及，求埃及来甲因帮忙。但是到最后，真正拄着亚述真正要来甲因侵犯的时，埃及敢有出兵来甲因帮忙？敢有？你若答应人，你命共收啊，你会共帮赞无？咱可能心内会感觉讲，哎呀，咱著物件拢共收啊，咱嘛共答应啊，咱著爱去帮忙伊战争嘛。但是我哋讲，圣经内底讲，埃及最后是安怎？根本就无甲你当成一回事，物件甲你收的啊，你拄着困难领导的代志啊。所以犹大，哇，想讲哪会安尼？当因陷入安尼困境的时，上帝知啦。上帝伊就搁一遍甲以赛亚讲，去甲因讲安怎？伫第6节，上帝有愿，互因有机会。伫今仔日的经文第6节，伊讲以色列的子孙啊，恁所深深背逆的，打着归伊呀。所以以赛亚就去甲百姓讲，恁即马所做的行为是背逆上帝，上帝要互恁机会啊！恁著要安怎？搁一遍归上帝，倒来上帝的面前嘛，倒来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爱百姓搁一遍回转归伊，上帝要帮助犹大来解决这个困难。因为这个犹大即马这个是已经安怎？啥物拢无啊，求助无门啊！伊感觉埃及足厉害嘛，拢无爱帮助伊啊。所以当以赛亚甲因讲的是咧，甲因讲，恁归伊，上帝的确要帮助你。所以上帝甲百姓讲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个方法，咱真正，我感觉嘛会通真做咱的帮助。伫第7节，上帝差派以赛亚甲因讲，因为到迄日，伊讲，逐人要将伊银的偶像、金的偶像，就是恁的手所做，含了恁伫做的，拢放杀伊。这是方法，
伫第7节即个方法，甲伊讲安怎？因为到迄日，大人要将这个五常，就是恁的手所做，而且上重要是，这个物件是含落恁伫做的，爱做一个选择，就是啥物？恁爱先放杀这个物件，放杀这个物件，这是上帝爱百姓所做的选择啊，就是放杀遐个亲手因所做邪恶的五常，互因含落伫做的物件，拢爱放杀掉。记听遐，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选择。安尼的选择是啥物选择？毋是咱看到讲啊，甲这个物质的物件放掉就好。这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哦，这是生命内底人讲咱更新变化。有当咱拢讲我想要改变，主啊，我嘛想要回转转来你的面前，我嘛想要亲近你，但是有当时就做袂到呢。有当时有足侪物件拢安怎？互你无法度专心来跟对上帝。所以上帝爱犹大的百姓所做的选择，就是你若想要改变，你就爱放杀，人讲扔掉、淡掉遐个旧的老我的生命啊！我相信咱拢知影，咱内底有真侪会照有迄旧的生命。咱若毋是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咱若毋是圣神的更新，咱有真侪物件，迄其实是捆绑咱，其实是阻碍咱来认捌上帝的物件。我相信你若会通转来主的面前，你会愈来愈知影讲啊，原来这就是我这旧的内底这的生命，所以咱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嘛。但是这个旧的生命，可能是你已经足习惯的哦，你可能足习惯的，因为这是你为细汉到大汉，你可能你的养成，你的有真侪教导伫你内底，这其实是造成你为什么即摆你有这个行为，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个性，但是有当时这无一定是好的，尤其咱知影讲，咱若要人讲要穿上新衣对无？你就要脱掉旧的嘛。但是有当时你脱不掉呢，你脱不掉，因为这习惯养成。人讲吼，迄要学歹的习惯足紧的对无？那会足紧就拢讲去抹掉迄歹的习惯。若要改变这歹的习惯有够难的啦。所以圣经内底以赛亚的呼吁。甲这犹大的百姓甲因讲安怎？恁若要回转转来上帝面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放杀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是含落恁伫罪内底。这老我的生命，上帝爱因放杀什么物件？咱来看，来投影片下一张。你敢等会掉？你想看嘛？那里哦，有当时咱倚靠，因为有当时咱拢倚靠上帝嘛，但是有当时咱拢倚靠家己较济哦，倚靠这个物质，比如讲倚靠钱财。有人会感觉讲当我有一天我若趁钱，趁到有够的时，我才来认捌上帝，我才来好好服侍上帝。伊感觉钱才是伊生命中上重要的。有人是倚靠伊的聪明才智，倚靠伊的头脑，倚靠伊的头脑来完成伊人生的梦想。倚靠家己，感觉讲只要靠伊聪明才智，就有法度来做足侪代志。有当时人是倚靠这个名声地位。所以你看，有人一世人，伊就是要追求迄个伊爱的地位名声，因为伊感觉安尼，伊才有价值，才会通肯定伊伫这个世间的价值。有人是倚靠人际关系，倚靠济的物件，成做伊生命中，互伊得到安全的来源。人讲咧安全感
啊，即摆的人咧，你看我边仔有一支手机啊，对无？我拄好有讲啊，即摆少济毋若学生哦。我感觉即摆咱少济人拢去互手机啊捆绑啊。迄若手机啊无伫身躯边，你就会心会安怎？会焦虑无？会烦恼无？会对无？啊，若袂感谢主，你无去互手机啊，甲你捆绑吼。即摆吼，足侪家庭拢因为手机啊咧冤家啊，你知无？吼，足侪家庭啊，迄囡仔啊，耍手机啊，耍甲为着手机啊，甲爸爸妈妈安尼生气。有足侪夫妻吼，迄因为迄耍手机啊，耍甲吼，手机啊，若才是伊唯一的家人，有无？即摆其实足侪问题。啊，即摆真正叫你忍得掉，你敢真正会通好好？当然，你即摆无爱用手机啊，较无可能啦。但是你敢嘛遐多真正好好啊？节制，知影什物时间才会通用手机啊？今仔日我徛阿多摆来教会，吼啊！我徛阿多摆时吼，有一个少年啊，拢差不多拢甲我安尼共条路啦，啊，拢停红绿灯嘛，啊，我吼拢看见这个少年啊，伊若停红绿灯一停落来，你敢知伊拢做一个动作，伊拢敢若做一个动作，伊拢做啥物动作？随甲手机啊摕起来呢，伊手机啊拢放伫迄阿多摆的头前迄个吼，有一个架子，伊就随摕起来看。啊，我甲伊拄几下红青灯，拢红灯，伊就拢伫我边啊。伊每一个红灯一停落，伊就马上摕手机啊。我想讲，哦，这事业做足大安尼哦，哇！但是足济呢，即马足济。有人开车嘛是共款对无？有当天若你开车，迄头前若拢无动，你就知伊咧创啥？可能来停红灯，伊就甲手机啊摕起来看，啊，看到有当下袂记咧，拢变青灯啊，拢还袂起崩啊，后壁就甲绑安尼吼。啊，即马足济，敢真正放会掉？即马足济人因为有遮个物件甲你捆绑，其实遮个物件真正是阻碍咱甲上帝亲近的一个，遮个足重要的。因为你甲遮个物件看做比上帝较重要啊。所以今天兄弟，伫你的生活内底，伫你的生命的内底，检查有当时可能遮个物件，你会感觉讲无法度啊，遮个物件我爱有遮个物件，我的心才有安全感呢。啊，遮个物件若无去吼，我心可能会安尼，毋知要安尼过日子。因为有人就是靠遮个物件来，互家己成做有价值的人。但是今天遐咱哪知影？上帝创造咱伫上帝的眼中，其实咱拢毋免做啥物，咱伫上帝的眼中拢是宝贝，咱拢是有价值的人。咱毋免因为你趁足侪钱，上帝才甲你肯定；毋免你有外敖，上帝才甲你肯定，拢毋免。只要咱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拣选咱每一个成做伊的儿女，咱伫上帝的心目中，咱拢是有价值的，咱拢是上帝的宝贝。所以咱的安全感的来源，爱是啥物人？是上帝呢？可能咱啥物拢无啊，但是咱若有上帝就好啊，因为上帝是互咱有满足的疼。伊互咱是心内真正是有健康的啊，所以上帝伊差派以赛亚去甲因讲安怎？恁着爱放杀才会含落恁伫罪内底啊！啊，啥物是罪？罪就是互咱会离开上帝的物件，拢是罪啊！啊，若遮个物件，互你会离开上帝，咱着爱反省啊！咱着爱知影讲，为什么你会去为遮个物件甲你捆绑掉的？我常常甲我的学生讲哦，你若一工哦，伊一工个手机啊，即摆一工拢安尼，可能拢5、6点钟起跳的吼，手机啊拢不离身啊，哦，直直看。我讲吼，你若逐工会通用1点钟啦，吼，等下讲你1点啦，半点钟，用遮个时间来读圣经、来祈祷、来灵修。
我相信性命会无共款。但是咱若放袂掉咧，咱若等袂掉的是咧，咱就会亲像今仔日所讲的犹大遮的百姓，因就是一直行回头路，一直恶性循环，就像迄绕圈圈共款，找袂到出路啊！所以上帝要互百姓知影，上帝才是因唯一，并且是永远袂改变的疼的源头。所以以赛亚就甲遮犹太百姓讲。恁上烦恼的是啥物？恁上烦恼的就是亚述会甲恁灭掉嘛。因上惊的是这，所以因做出的选择就是要来甲埃及结盟。但是以赛亚甲犹大讲，恁毋免甲遮个结盟啦，恁只要选择甲上帝结盟就好啊。吼，你甲上帝结盟就好。所以敬听下，这是咱学学习的哦。咱若拄着足侪代志，可能有足侪人的想法、人的意见，讲你著爱安怎做，你著爱安怎做，你著爱安怎做。有当时听甲吼，你拢毋知要做啥物选择对无？其实你就是选择讲，毋免我甲上帝结盟就好。吼，上帝是我最佳的战友，安尼就好啊。吼，我靠上帝。以赛亚甲犹大百姓讲吼，上帝会家己亲自来对付亚述啦。恁若想要靠人，想要靠刀，想要靠剑，恁就无法度。但是恁若选择倚靠上帝，上帝就要互你得胜。所以伫圣经内底吼，你若看以赛亚，当因选择要当来倚靠上帝的时咧，上帝伫一夜之间，伫一暝哦，用上帝的方法，将亚述的大军甲消灭。你敢知消灭偌济人？185000人，185000人。犹大连一支刀、一支剑拢无用着。上帝用伊的方法呢？上帝用伊的方法，互犹太人知影讲：恁看，原来恁选择倚靠上帝的结果是遐尼安怎？自在轻松。自在轻松呢？上帝都安尼甲消灭了呢？拢无人讲毫不费力、轻松自在。敬听遐这安尼有足好诶吗？我相信咱所求诶拢是安尼嘛，就是互咱会通轻松自在面对咱诶困难。但是为什么有当时啊，咱拢甲困难愈舞愈大条，愈舞愈艰苦？结果家己陷入迄个足大的困境，拢行袂出来。啊，上帝就是要互伊所疼的百姓去感受着讲，哇，原来倚靠上帝的结果就是安怎？自在轻松啊！所以敬听下这，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你要选择倚靠什么人？当你拄着有限的时，你的选择是什么？当你的人生行到十字路口的时，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倚靠上帝，还是倚靠人？那对今仔日的经文真清楚，互咱看见，你要选择倚靠什么？因为咱若倚靠上帝，上帝要互咱安怎？轻松自在，对无？那上帝讲对哦，我就是要过一个轻松自在的生活，我无爱互安尼，感觉逐工咧动甲家己无法度去担。啊，明明伫圣经内底都安尼甲咱讲，但是有当时为什么咱拢亲像犹大的百姓共款，拢行回头路啊？拢行回头路。所以咱的选择，咱若要选择倚靠上帝，咱就会通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咱只要第一，下一章吼，下一章。啊，要安怎找到这出路？有三个甲大家分享。咱只要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诚实，咱若真正无法度的时，咱就甲主讲：主啊，我真正就是无法度啊。当你若会通承认家己不足无法度的时，
你才有法度来倚靠上帝。无你拢倚靠家己，因为你感觉你家己是可以的。你会通诚实甲主讲主啊，我袂阁倚靠遮的物件吼，我拄仔讲遮的吼，倚靠钱啦，倚靠聪明啦，倚靠遮的外口看到的物件。你甲主讲主啊，我真正拢无法度啊。咱诚实甲主讲主啊，我需要你啊。你若真正会通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的时，你就会看见哇，上帝伊就要出手啊！因为真正咱拢家己掠伤条嘛，掠伤条，上帝拢讲啊，你遮厚，你家己去补吼。但是咱若今日愿意诚实的是，上帝当出手，伊就要出手啊！啊，当咱若愿意承认的时诶，咱就知影讲主是疼咱的。过来，咱就要安怎啊？无惊吓啦吼，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伫希伯来书第4章16节，伊嘛甲咱讲：你着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助。所以来到主的面前，毋免惊，毋免感觉讲哦，我即摆拢安尼，甲我拢不足软弱的，拢互上帝知，啊，上帝敢会接纳我？我遮尔无好，上帝敢会疼我？敬听兄弟，上帝是疼咱的，咱毋免惊，好打就近主啊！上帝会接纳每一个愿意来到伊面前的人。过来，当咱若安尼做的时咧，咱就是过来就是学习坚心倚靠上帝，你就会明白。当咱倚靠上帝的时，可能你拄到的困难，还未看到改变，但是上大的改变是安怎？你的心会得到平静，你的心会平静安稳伫主的面前。可能你感觉讲啊，我即摆病痛嘛，拢嘛是安尼嘛，拢足艰苦的。啊，我的经济也是我的困难嘛是拢有，啊，你就会心足烦的呢。有当时啊，你若心足压杂、足烦的，会影响你的身躯呢。迄心就安尼乱吵吵，逐工就袂欢喜。所以你讲哦，坚心倚靠上帝，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啊，我知影我就是拢交互上帝啊啦。上帝伊家己会出手，上帝家己会有伊的时间啦。上重要就是互咱的心平静安稳伫主的内底。伫以赛亚书30章15节安尼讲。伊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的捌安尼讲：恁的得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啊！平静安稳，你的心若平静安稳，你就发觉讲哇，无共款啊，食会落，困会去啊！啊，若安尼你慢慢啊。心情各方面，身躯都会变好。所以，敬听兄弟，伫现在的世代，可能咱会拄着侪遮的恶担当、遮的试探、遮的诱惑、遮的，互咱足简单的就离开上帝，互咱爱伫足侪的选择的内底做出咱的选择。毋茫透过今仔的经文，咱会通搁一遍清楚。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咱的主权在伫上帝，咱就是交互上帝就好啊。选择一生倚靠上帝，因为当咱倚靠上帝时，你就安怎轻松自在，对无？平静安稳，咱就是甲主求这就好啊。所以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正兄弟，互咱无论伫咱的生活、伫咱的服侍、伫咱的家庭、伫各方面。咱拢爱会记哩，倚靠上帝。当咱倚靠上帝时，上帝就出手，用伊的方法帮助咱。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正兄弟。啊，最后要用一段影片，甲咱兄弟来分享伫大专所做的事工。嘛，毋茫透过咱兄弟的关心、带导甲奉献，阮相信。当咱坚心倚靠上帝时，上帝会帮咱。嘛，透过咱的奉献，互高用大专的事工，会通继续
来帮赞陪伴这个世代的大学生，互因真正伫生命中找到出路。咱来看这段影片。阮伫旧年有办6天的底选队吼，6天吼，就带学生去无共款的所在来服侍。逐年拢有这毕业生来毕业这是咱的团契吼。目前即摆有15个团契所以嘛邀请咱学生，若有伫高雄读册，也是恁的朋友囝儿有伫高雄读册，拢欢迎会通来高雄大专阮会通来甲伊关心，来甲伊陪伴。即摆这高院团契已经改名吼，咱知影这个高苑科技大学，即摆改名叫啥？你知无？台湾更体台钢科技大学吼，即摆叫台钢科技大学吼，即摆无高院科技大学吼。但是阮永远伫团契内底，伫台钢也是有团契。所以，搁一遍甲大家说多谢，高雄大专真正谢谢大家，互阮会通伫大学生的时光的内底来成就上帝的心意，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遐尼疼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福分伫主你的内底，阮会通享受上帝你满满的疼。主啊，求你赐福伫阮众兄弟，互阮会通伫阮的一生的内底，阮会通坚心倚靠上帝。因为主，阮知影，当阮倚靠主你的时，主你要互阮的生活就是轻松自在，你要互阮的心是平静安稳。主啊，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牵阮众兄弟的手，互阮勇敢迈往阮人生头前的路站，互阮伫人生的内底会通找到出路。搁一遍献上感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的名，阿门。好，咱多谢迄个大专中心吼咱的主任伫遮分享的信息甲鼓励吼。咱先要来头拄今日爱放一个迄个白之家吼，咱拜六有为日本奥吉纳瓦吼有一个。白之家这个教会真特别的教会吼，甲因的青少年拢真特别。伫咱的敬拜中心吼，有一个真好的见证甲分享吼，甲演出吼，欢迎咱兄弟当带领人来参加，咱来放一下吼。这间教会伫奥
福建话吼，是日本差不多成长上紧的教会吼，20档即马有1300个会友吼。因为教会即个伊藤吼，伊道牧师家己伊是一个美容师，也是牧师吼，伊带领这个团队吼来台湾。吼，即个拜六下晡2点吼，欢迎咱会当来参加即个真特别的见证分享有真侪真水的即个歌剧吼演出方面，请咱大家会当来参与。咱只是吼，咱即个诗歌，咱就先个咱大家起立吼，起来代祷，请咱特别为着咱高雄大专的事工代祷，嘛为着咱即帮的凯米、洪泰带来咱高雄，其实伫花莲伫足侪所在那生命、财产足侪损害，求上帝怜悯，毋望政府、民间共同会当紧紧来重建。咱也为着咱伫即个8月13即个白纸家即个见证会分享会，咱也特别献上代祷咱。为着咱软弱的肢体，咱三体祈祷，特别长长老有跋倒所以有伤到即个髌仔骨长期，嘛有伤到腰子无，咱伫海总咧带伊咱为伊祈祷为着咱软弱肢体，咱所在，咱三体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行这大专主日，听到。这个世代主啊，有足侪这的青年人，主啊，因面对这个真快速变化的世代，主啊，因面对真侪挑战真侪冲击，主啊，互因会当真正伫因上个人生精华的时刻，透过教会的关心、陪伴、带领，上帝为你的造就，互因会当有清楚的价值，互因人生会当找到出路。主啊，所愿仰望你，求你祝福伫因。主啊，阮也为着白纸家教会伫阮的中间有这个8月13这特别的因侪的生命的见证、诗歌的分享。主啊，毋望透过因伫这个所在宣告，也会当唤起阮的热心，唤起阮的听心，互阮会当有阮伫上帝的国度。主啊，阮特别。为着阮侪软弱的肢体，求你施恩，求你看顾，你医治的手伫的中间，甲长长了三甲地地，互伊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主啊，将软弱的肢体仰望你，愿你大权能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来做医治的工作。主，阮也将阮的国家面对这个台风带来侪这的损害，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求你通过国家的开力、政府的帮衬，主啊，各界大家努力，会当互阮的工重整，主啊，互阮会当重新徛起来。亲爱的主耶稣，阮的人生有拄着侪困难挑战，你就是阮的出路。阮单单仰望你，阮倚靠你的，阮就会当平静安稳，会当轻松自在。最后，阮感谢你。求你听阮的祈祷，求你赐福阮，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这书来受奉献。
而且咱会当利用大专中心的网络啊，互咱用着听心，凭着信心为人所献上的，会当诚侪祝福，伫咧即个世代的青年人，互因会当诚侪教会将来的栋梁调招。这请咱起立，咱来吟奉献诗。爱的情愿乎你，演出龙潭日记，我会在你手术，望眼里最体骨。阿门。咱来奉献的祈祷，是阮的上帝，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望嘛。你用恩典做冕旒，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有，这啊做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咱来祝福千恳。愿光归献俾上帝，愿诚心三位一体，我的地现在的地，来呀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祝祷，请王牧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阿门。